请问，人讲盐水的迄个风仔泡吼，上早是为着要消除瘟疫才出现的。啊，这个风仔泡是当地的人向倒一位神明请示才出现的呢？哦，这有难哦。这有较困难。嘿，伊甲倒一位神明请示。嘿，我关公，妈祖婆。我应该想，我感觉是妈祖好无？你妈祖拢有咧出巡啊，有啊，关公甲这敢有咧接插。我父千岁，咸水是拜什么啊？咸水哦，拜咸水。我本来心肝咧想嘛，是应该是我父千岁，我想讲妈祖伊会管辖较济，无我听你的嘴。慢，哦，听伊的嘴会惊哦。我想看卖咧。你想一下，嘿，用你的直觉啦。五个秒。我5秒，你看，嘿，就咧个提示啊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我父千岁，我父千岁，确定。卖啦，改一个好啦，我感觉唔是。卖，我改你什么？关公爷大刀，系啊，关公。这个是你的决定哦，吼。好，关公，关圣帝君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 A 关公对唔对？那唔对，拢恁的代志哦。1万块有着就不得了啊！嘿，都不错，拢跳起来，来上诶。是恭喜咱这孙哥屁到要咧涂骹去的故事工程，得到1万块咯！所以因为早期吼，迄个所在吼有流行病啦，啊，因去请示神明吼，就是请示关公，伊讲爱这个放棒仔炮，啊，所以了后用放棒仔炮以后，真正这个流行病就慢慢就退去啊，哦。啊，免讲者，拄则迄个主持人讲，这个所在叫做盐水吼，啊，迄个来宾讲咸水啊，咸水还正确。咸水，这个所在叫做咸水，唔是叫做盐水。虽然字写字，不过伊爱讲做咸水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